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今仔日第28天，南部的港口城市这个马利坡有9成的基础设施已经荒废掉，还有大约20万人受困伫咧当地。这个救援的物资无法度入去，恐惊这20万人的性命受到威胁。美国的国防部长也未消息，讲乌克兰有几内的城市已经转守为攻，甲这个俄罗斯拍甲一直倒退。像这个首都基辅的外围爆发着激烈的庆战了后，乌克兰已经甲基辅边仔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马卡里夫甲抢回来了。影片内底拢是静声音，可以当看到有人跟火箭筒射一钱。离首都基辅超30公里的郊区，俄罗斯拍乌克兰拍个真激烈。俄军想要为西北边包围首都，却一直无成功。乌克兰武装部队嘛讲，已经甲西部小镇马卡里夫抢回来。乌克兰内政部消息讲，基辅防空系统发挥作用，成功甲俄罗斯飞弹炸落来。俄军本来讲占领南部城市赫尔松，当地30万人被包围掉的，不过民众坚持行出来抗议，军队嘛继续抵抗，让俄军决定改变战略。美国国防部情资嘛讲，在咧真侪城市，乌克兰军队开始准备拍进去。They're definitely struggling, and that's why I think we've seen no real major progress by the Russians on the ground, except for in the south, where they had shorter supply lines coming out of Crimea than they do in the north. 港口城市马利坡面对大危机，当地有9成的厝被酸灯破坏。林权观察组织讲，马利坡街路就亲像地角，够20万的民众掉伫咧当地。City does not receive any humanitarian aid. City is without food, electricity, water, energy supply. City is under continuous bombing. A lot of death, a lot of crying, a lot of awful war crimes. 除了可能面临到危机，俄军乌海舰队嘛同时伫亚速海面上攻击马利坡。俄军除了拍个真袂顺，乌克兰武装部队消息嘛讲，俄军的粮草含炮弹，加加敢会当个挡3天。美国和北约官员就伫咧讲，被俄罗斯的军队可能会开始化救命。生生不息，宏观视野，我是申宏。想要看体育新闻，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赶快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